包括高雄消息，高雄前岭区站的6点外发生乌多摆甲轿车相撞的意外，造成这个骑脚踏车、骑乌多摆这个20外岁这个经历呢，因为伤势伤重，2人急救嘛救无活。其中这个女性的死者是南投人，因老母真艰苦。你讲本来因查某囝罗兰要替男朋友的阿嬷做生日，想不到拄到车祸。伊男朋友阁是虎尾科大篮球校队的队长，教练嘛真唔甘。警方目前初步判断，应该是这个乌多摆无2段式的倒弯，才互直行轿车去弄掉。车头拢冒气，安全气囊嘛崩开，轰弄到的机车已经伫真远的所在，规涂骹拢是物件。20号暗时6点外，23岁单身是载21岁女朋友，经过高雄凯旋四路和水田街口的时阵，敢若无遵照规定2段式倒弯，和后壁开普式轿车的林先生弄到，2个人当场拢飞出去。送病院了后，要是救袂回来。查某囡仔爸母一听到消息，随对南投赶去高雄。原来是查某囡仔要陪男朋友的阿嬷过生日，出门的时阵所发生意外。看得出2个人的感情真好，拢读虎尾科技大学。陈先生是后来篮球队的队长，190公分拍前锋的位置，真后拍球。因为意外和女朋友拢过身，嘛互家长、各学校拢真伤心。退役完他就会去工作，很遗憾然后爸妈就在种茶，然后来到北地美文。目前判断2个人无照规定2段式倒弯，敢若想要直接切去另外一个路口，才造成这场意外。画设快慢车道的这个分隔岛的时候，机车骑士更应该遵守2段式左转的规定。高雄今年1月到11月，机车无照规定倒弯，就造成3个人死亡，1664个人受伤。想要赶时间，煞造成2个人意外过身，互家属完全无法度接受。